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今日年初二開年，整個撈起，希望人人都撈起。首先將紅椒切絲，跟住再將黃色嘅椒切絲，綠色嘅青椒都切絲。話咁快，啲三色椒已經切晒絲啦，咁我哋就盛起備用。少許嘅荷蘭豆，用手撕去旁邊嘅老絲。沖洗乾淨後，用刀將佢切開一條條。話咁快，啲荷蘭豆都切起絲啦。紅蘿蔔少許，去皮後將佢切片，跟住將佢切為一條條，盛起備用。珍珠筍3條，清洗乾淨後，用刀將佢切開一條條。葱段少許，呢啲就係撈起嘅主要材料啦。影片睇到嚟呢度，麻煩你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凍水放啲珍珠筍落去，紅蘿蔔絲落去，開大火煮佢一陣。啲紅蘿蔔絲同埋珍珠筍已經煲熟咗啦，咁我哋就將佢畢起。跟住放入荷蘭豆絲，將佢略為煮一陣。跟住就可以將佢畢起。鑊中落油，油熱咗，放啲雞蛋落去，將雞蛋煎熟，跟住就用鑊鏟將佢畢起備用。用返同一隻鑊，放啲三色椒落去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加入少少水，跟住冚蓋焗佢一陣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處理頭先嘅雞蛋，用刀仔將佢切絲。盛起備用。話咁快，啲三色椒已經煮熟咗啦，咁我哋就將佢畢起，跟住我哋就處理個芡汁，加2茶匙嘅蒸魚豉油，1茶匙嘅糖，1茶匙嘅鹽。將佢煮滾，最後加入麻油少許，
喺食之前放入花生，跟住用筷子將佢撈起，咁樣呢個撈起就完成咗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